我哋有幾個層面，一齊嚟睇下時間究竟係乜嘢。先講相對論嘅時間，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徹底顛覆晒我哋對時間嘅理解。時間唔再係一個絕對不變嘅背景舞台，而係同空間編織埋一齊嘅四維時空結構嘅一部分。幾個關鍵發現包括時間膨脹，當你高速移動或者身處強重力場，時間就會行得慢啲。呢點已經俾 GPS 衛星精確驗證咗。同時性嘅相對性，兩件事係咪同時發生，要睇觀察者嘅運動狀態，冇絕對答案㗎。時空幾何質量會扭曲時空，重力場強度唔同，時間流逝嘅速率都會跟住變。然後講熱力學箭嘴，時間有個好明確嘅方向，熵增方向。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，孤立系統嘅熵，即係混亂程度，永遠傾向增加。呢個就係我哋感覺到時間流逝嘅物理基礎。雞蛋爆咗唔會自己還原，熱量唔會無端端由凍嘅地方走去熱嘅地方。再講量子力學入面嘅時間，去到大尺度嘅量子層面，時間仲鬼馬。薛定諤方程式入面，時間係可逆嘅，但一涉及測量波函數坍縮，就好似引入咗不可逆性。量子糾纏甚至暗示咗一種非地活性嘅時空關聯。A 理論同 B 理論。A 理論動態認為時間真係流逝緊，而家客觀存在，過去已經消失，未來仲未存在。呢個好符合我哋嘅直覺。B 理論靜態，時間就好似空間維度咁樣，係靜態存在嘅，所有事件過去、而家、未來都平等咁存在，只係我哋喺時間軸上面嘅位置唔同。而家只不過係主觀視覺，就好似呢度喺空間入面嘅位置一樣，係索引性嘅。愛因斯坦傾向 B 理論，佢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：過去、現在同未來之間嘅區別，只係一個頑固嘅幻覺。時間到底存唔存在？如果你企喺 B 理論嗰邊，時間作為維度係真實嘅，但流逝呢種感覺可能係意識建構出嚟嘅。如果時間係湧現屬性，由更基本嘅量子引力層面浮現出嚟嘅，咁喺最基礎嘅層面，時間可能真係唔存在。大腦嘅時間感，我哋對時間嘅感知係大腦建構出嚟嘅，根本冇一個專門嘅時間感官。時間感知要靠記憶、注意力同情緒狀態。神經科學發現，時間估算涉及基底神經節、前額葉皮層同小腦。喺極度危險或者極度專注嘅狀態下，主觀時間會變慢，例如車禍前嗰1秒，感覺好似過咗幾分鐘咁耐。記憶同預期而家大約持續2至3秒，呢個就係主觀現在嘅闊度。我哋體驗到嘅時間流逝，本質上係記憶更新同預期形成嘅過程。冇記憶就冇時間感，呢個就解釋到點解某啲腦部受損嘅病人會陷入永恆嘅現在。時間至少包含3個層面：物理時間、時空幾何入面嘅維度，係真實嘅物理結構，已經俾無數實驗驗證，但唔係牛頓式嗰種絕對容器。熱力學時間熵增賦予咗時間方向性、係統計性湧現嘅特徵。心理時間意識對變化嘅感知同記憶整合，係主觀建構。咁時間係咪唔存在？呢個要睇你點定義存在。如果你話要好似呢類獨立實體先叫存在，咁時間確實唔係嗰種嘢，佢係關係、係結構、係度量。但話時間完全唔存在就會跌入悖論。如果時間唔存在，變化點樣發生？因果關係點樣成立？物理定律點樣演化？更準確嘅講法，可能係時間唔係基本實體，而係宇宙結構同我哋認知方式嘅湧現屬性。就好似溫度唔係單個分子嘅屬性，而係大量分子運動嘅統計表現。時間好可能都係更深層量子引力過程嘅宏觀湧現。想像一個完全靜止嘅宇宙，冇任何變化，冇運動，冇思想。喺咁嘅宇宙入面，問而家幾點係完全冇意義嘅。時間嘅意義
恰恰在於變化同差異，所以時間或者可以理解為變化嘅度量、因果關係嘅順序，同埋意識對差異嘅體現。呢三樣嘢交織埋一齊，正如奧古斯丁喺懺悔錄入面嗰句經典嘅困擾：咩係時間？如果冇人問我，我知佢係乜，但要同問嗰個人解釋，我就唔知啦。呢個困擾去到今日，仲喺物理學同哲學嘅最前沿延續緊。